台南高铁沙仑站近年来发展快速，包括大台南会展中心、中央的南部院区、三井奥莱等拢完成开发营运。市府为了提升周边交通方便，积极开辟连外道路，其中台北这条线大潭交流道往高铁方向加高发2路的开辟工程，总经费3亿，预计5月20号第当通车。市长委托先到场会勘，感谢公路总局提早完工，带动地方经济观光发展。每逢假日的时候，不仅是高铁站的这个停车位一位难求，那甚至于整个车流都会往后回堵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很感谢公路总局在开辟侧车道以及这个优化台86的大潭交流道。那这个部分我们非常谢谢。公路总局，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也会全力来配合这样子的工程的施作，能够解决这个交通拥塞的问题。也希望说，拥塞这个地方发展带来人潮，但是在人潮聚集的情况下，不要造成另外一个交通问题，妨害了地方的发展。两者能够互相那个加分，而不是互相抵制。这点是我们非常努力、非常希望的目标。地方要拼经济，不过伫林调自治以后，卖形成交通问题，相对影响发展。所以如何透过道路拓宽互相加分，将高铁特定区的重大建设发挥上大效能，值得期待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